王公庙同济宫，王公庙是地名，王公是开昌圣王陈元光，唐朝的伟人呐，很好的父母官。王公庙同济宫在明治路，今天、明天都有绕境活动。南边的真武殿，清朝末年文宗咸丰6年，1856年就建庙了。1856咸丰6年，那是英华联军之役的之前1年。你看这么早，清朝末年就建庙了，真武殿、金武殿、上帝爷公庙，这里是王公庙、王公庙，供奉开昌圣王，唐朝的伟人了。陈元光开发福建漳州，开昌圣王很好的父母官。今天农历2月13日，恭祝开昌圣王圣诞还有恭迎天上圣母，有北港妈祖圣新营、铁线桥妈祖、铁线桥同济宫妈祖，还有好像那个后壁下斜东的太阳宫妈祖。一般都是恭迎妈祖参加祈愿绕境活动。今天晚上8点以后可以穿轿脚祈求平安，穿轿脚，穿妈祖神轿轿脚，正解开。